近年香港社會發生過多宗針對的士司機嘅暴力刑事案件，多數衝突源於車資爭執、路線分歧、醉酒衝突，案發過程多屬臨時衝動，少有精心預謀、事前準備兇器，事後又系統銷毀證據、刻意遠走離島逃亡嘅冷血個案。2021年10月12日凌晨發生於西營盤東便街近百惠酒店嘅的士司機謀殺案，就因為完整嘅預謀證據，被告極度反常嘅庭審辯解，長達數年嘅漫長審訊流程，成為近5年香港高等法院最具爭議、社會討論度最高嘅單一謀殺案件。成單案件資訊層面極為豐富，由案發當晚街坊目擊細節、司機浴血逃命嘅20米長血路、救護人員現場搶救過程，到警方重案組接手之後嘅調查鏈、閉路電視逐格還原行蹤、全城發出相片通緝、渡輪碼頭監控追蹤被告逃亡、南丫島路線、島上民居拘捕過程，同時包含死者韋劍雄完整家庭背景、3名子女同配偶長期承受嘅心理創傷、家屬多次到庭旁聽審訊嘅情緒反應，另外完整梳理被告蔡南新由少年時期海外留學、短暫從事數據技術工作，後來失業長期待業，早年武器案法庭記錄、精神科初步評估報告，再到被告被捕之後3次完整錄影會面，口供入面首次提出秘密人員設局、心靈遠距操控嘅離奇說法，延伸至而家高等法院持續進行嘅庭審細節，控方逐份呈上嘅物證，辯方精神科專家證人同控方醫學專家嘅對立觀點，陪審團需要面對嘅核心矛盾。全篇會按照清晰順序逐層拆解，所有能夠透過傳媒庭審報導、警方新聞稿、法庭開案陳詞確認嘅內容歸類為客觀事實，被告個人供述、坊間法律界、精神科醫師嘅分析推測會明確標示屬於揣測內容，全程保持中立持平立場，唔加入主觀情緒褒貶，最後綜合所有判例同案件細節，客觀推演今次案件最終審判走向同判刑幅度。案發日期為2021年10月12日，而喺10月11日，亦即事發前一日，被告蔡南新已經完成全套事前規劃，唔存在臨時起意衝突嘅可能性。所有行蹤都有酒店入住記錄、便利店消費閉路電視、街道監控鏡頭完整記錄。被告年紀為31歲，當時長期無業，居住於西環一處私人住宅，距離案發現場東便街步程僅有10數分鐘。10月11日下晝3點左右，被告獨自前往案發現場隔離嘅百惠酒店，以個人身份預訂單人客房。入住期間，酒店職員回憶，被告當時神色平靜，交談過程邏輯清晰，冇明顯情緒激動、語無倫次嘅表現。同日黃昏，被告離開酒店，前往附近連鎖便利店購買一條厚身吸水毛巾，同時喺街邊五金店購買一把刃長7寸、專用切割金屬嘅鋒利摺疊刀具，兩樣物品全部收納入隨身背囊之中。控方後續調查顯示，被告購買毛巾唯一目的係計劃行兇之後清理車廂身上嘅血跡，減少現場遺留嘅生物證據，屬於典型嘅事前銷證準備。當晚深夜12點至凌晨3點，被告並冇留在酒店房間休息，反覆喺東邊街、皇后大道西交界位置來回徘徊，觀察街道人流、的士停泊規律、周圍私人住宅、閉路電視覆蓋範圍，刻意揀定凌晨4點至5點，街頭行人極少，目擊者出現概率最低嘅時段犯案。2021年10月12日凌晨4點50分，死者韋劍雄如常駕駛的士執行夜更跟訓。韋劍雄當時年紀40有8，從事的士行業超過20年，主要負責港島西區夜間載客。家庭方面已婚，與配偶養育3名未成年子女，家庭經濟完全依靠佢夜間開車維持生計。韋劍雄駕駛空載的士行經百惠酒店正門馬路，被告主動走出路邊揚手截車，隨即打開右後車門登上車廂。根據的士車內閉路電視錄像顯示，被告上車之後並冇詢問目的地，冇同司機產生任何對話，亦冇發生任何金錢爭執、路線爭拗，雙方全程零交流。
短短數秒之後，被告直接由背囊取出預先準備嘅鋒利刀具，無預警之下全力刺向韋劍雄右側頸部位置，連續重複施襲多下。法醫後續驗屍報告顯示，死者頸部出現一道長7公分、深度1至2公分嘅致命創傷，直接切斷頸部大動脈，造成即時大量內出血同失血休克。韋劍雄受襲瞬間劇痛難耐，本能之下推開司機車門，跌跌撞撞落車，雙手緊按流血嘅頸部，沿路大聲呼喊救命。被告行兇之後並冇即時逃離，反而坐於車廂後座，使用事前準備嘅毛巾反覆擦拭車廂座椅、門邊扶手上面濺出嘅血跡，持續接近1分鐘，完成初步清理之後，先至冷靜落車，沿東邊街向德輔道西方向快步離開現場。當時有2名獨立目擊者，分別係步行途經嘅男途人吳靄瑜，同樣執行夜更嘅女的士司機陳金鳳。2位證人互不認識，事發時所處位置唔同，但供詞內容高度吻合，成為控方重要人證。男途人吳靄瑜當時沿東便街步行返家，凌晨4點53分聽到連續救命聲，抬頭見到一部的士停於酒店門口，一名身穿黑色衛衣、背住背囊嘅短髮男子由右後車門離開，快速由自己身邊經過，面部清晰可見。後續庭審之中，吳靄瑜直接認出被告就係當時黑衣男子。與此同時，佢見到的士司機雙手按住頸部，全身染滿鮮血，步履搖晃沿馬路向皇后大道西方向移動，地面留下一條長達20米嘅連續血跡。女的士司機陳金鳳當時因交通紅燈停於東邊街路口，浴血嘅韋劍雄走到佢車輛左前方，用極度虛弱低沉嘅聲線懇求佢立即報警。講完數句說話之後，韋劍雄身體失去支撐，直接伏倒於馬路路面，再無任何動作。陳金鳳見狀即刻打開車窗致電999報警，同時落車跑向司機身邊嘗試協助。消防處救護車5分鐘之內抵達現場，救護人員即時為韋劍雄做緊急止血、心外壓復甦、氣道輔助、通氣等搶救措施，但因為頸部大動脈完全斷裂，體內失血總量超過人體安全上限，現場已經失去生命跡象。救護人員持續搶救接近40分鐘，最終於清晨6點正式宣布韋劍雄不治身亡，遺體即時交由法醫進行全面屍體檢驗。警方重案組人員封鎖東便街整段案發路段，進行長達12小時嘅現場物證搜證工作。現場提取多項關鍵生物證據，馬路地面20米血路血跡樣本DNA 檢驗完全匹配死者韋劍雄，的士車廂座椅縫隙、門框殘留、微量皮膚組織同汗液。DNA 數據直接匹配被告蔡南新，被告遺留於車廂地板角落嘅半塊毛巾纖維，與便利店銷售同款毛巾材質、染料成分完全一致。除此之外，酒店閉路電視完整記錄被告案發前1日入住，當晚多次外出徘徊，凌晨犯案之後返回酒店短暫收拾個人隨身物品嘅完整畫面。監控鏡頭清晰記錄被告所穿黑色衛衣、黑色長褲、背囊外形，與2位街坊目擊者描述完全吻合。被告離開案發現場之後，並冇選擇直接遠走，反而步行返回自己西環私人住宅。當時係清晨5點半左右，大廈走廊閉路電視拍到佢雙手三身殘留血跡，步態冷靜唔慌亂。返回家中之後，被告打開全屋熱水設備，將行兇時所穿黑色衛衣、長褲全部浸泡於洗衣機內，重複多次清洗，企圖抹去衣物上面血跡 DNA 痕跡。同時將行兇所用摺疊刀具包入多層膠袋，前往住宅附近垃圾站棄置。後續警方動用垃圾車分類篩檢、獸探犬協助搜索，數日之後先至尋回呢把關鍵兇器。刀身縫隙仍然殘留微量死者血跡。完成清洗衣物、丟棄兇器2項銷證動作之後，被告清楚市區各大馬路、地鐵站、巴士站均佈滿閉路電視，長期留喺港島市區極容易被警方透過監控追蹤，因此決定前往遠離市區、陸路無法直達、監控覆蓋密度大幅降低嘅南丫島暫時隱匿。
清晨7點左右，被告由西環步行前往中環渡輪碼頭，購買前往南丫島索孔灣嘅單程船票，全程刻意低頭將衛衣帽檐拉低遮擋面部，但渡輪碼頭入口候船大廳船隻甲板多個閉路電視仍然完整捕捉佢嘅行蹤。警方後續調查，透過碼頭影像確認被告逃亡方向。渡輪抵達南丫島索土灣碼頭之後，被告並冇停留於人流較多嘅碼頭商鋪區域，反而徒步深入島內山邊民居區域，透過網上預訂一間獨立村屋民宿，匿藏於民宿之內。3日時間之中極少外出，僅有夜晚短暫落樓，前往士多購買水同乾糧，盡量減少自身曝光於監控鏡頭之下嘅次數。案發當日中午，西區重案組召開記者會，公開被告外貌特徵、衣著打扮、年齡、身高1.8米左右、混血背景等資訊，同時發布相片通緝，呼籲全港市民如果見到相關人士，即刻致電警方熱線舉報。3日之內，警方調動全港各區巡邏警員、交通督導人員、渡輪碼頭執法人員、島嶼警崗人員，同步調閱全港近萬支公共閉路電視片段，逐步縮小被告活動範圍。最終透過中環渡輪碼頭監控，確認被告前往南丫島嘅完整時間線。重案組人員隨即安排水警船隻前往南丫島，聯同島上駐守警員，逐間核查島內民宿村屋登記入住記錄。最終於案發第3日下午3點，索罟灣山邊一間獨立民宿單位入面，將匿藏3日嘅被告蔡南新當場拘捕。拘捕過程之中，被告並冇反抗、冇情緒失控、冇激烈爭執，全程配合警員戴上手銬。警員當場搜查民宿房間，尋回被告案發當日所穿經過多次清洗但仍然殘留微量血跡嘅黑色衛衣，作為重要物證一併扣押帶走。隨後水警船隻將被告由南丫島押送返港島西區警署。當晚開始安排3次獨立錄影會面，正式展開警方盤問流程。死者韋劍雄年紀40有8，從事的士行業22年，每日就間休息，傍晚6點至翌日清晨6點執行夜更。選擇夜更嘅原因係晚間的士車資收費更高，夜間道路暢通，單日營業額可以提升30%。為咗養活配偶同3名未成年子女，長期維持高強度夜間工作模式。韋劍雄配偶當時年紀40有5，長期全職留喺屋企照顧3名細路，冇外出工作，全家所有生活開支、3名子女學費、房屋月供、醫療開支，完全依靠韋劍雄每日開車收入維持。3名子女當時分別係14歲、11歲、8歲，全部就讀港島西區中小學。案發當晚，韋劍雄離家開工之前，仲同3名子女傾談過學校功課，成為家屬後期難以釋懷嘅回憶。韋劍雄父母當時仍然在世，2位老人家長期依靠兒子定期給予生活津貼。案發之後，老人家因為悲痛過度，連續數個月無法正常進食、睡眠，多次需要家庭醫生上門跟進情緒同身體狀況。韋劍雄配偶每日清晨6點會定時收到丈夫電話，匯報當晚營業情況，趕返屋企時間。但10月12日清晨6點，配偶並冇等到丈夫來電，多次致電韋劍雄手機，電話長期無人接聽。當時佢只以為丈夫收車之後同的士行老友聚會，並冇第一時間聯繫警方，直至上午9點。2名重案組警員親自上門到韋家住所，正式告知韋劍雄凌晨於西環東便街遇襲搶救無效離世嘅消息。配偶聽到噩耗，當場崩潰痛哭。3名未成年子女聽見母親哭聲同警員對話，清楚知道父親已經離世，細路情緒完全失控，長時間抱在一起哭泣。當日下午，警方安排家屬前往殮房認領韋劍雄遺體。見到頸部創傷同滿身血跡嘅遺體之後，配偶同2位年長子女情緒徹底崩潰，後續長達半年時間，全家冇辦法正常居家生活，夜晚頻繁出現噩夢、驚醒、持續低落、抑鬱等症狀。由案發2021年至而家2026年，長達5年嘅案件偵查、預審，高等法院正式開庭審訊。流程之中，韋劍雄配偶年長2名子女，只要學校工作時間允許，幾乎每一日都會到庭旁聽審訊。法庭之上，
每當控方播放的士車廂閉路電視片段，法醫講述屍體檢驗細節，目擊證人還原案發當晚浴血逃命畫面時，韋劍雄配偶都會控制唔住情緒，低頭不停流淚。兩名年長子女全程面色沉重，全程保持沉默，唔願意抬頭望向被告席方向。家屬多次透過律師對傳媒表達內心感受，核心情緒分為兩個層面，無法理解丈夫一生與人為善，從未同乘客發生激烈衝突，點解會遭到陌生人無預警、無理由嘅致命襲擊。對於被告庭上提出被秘密人員設局心靈操控嘅說法感到極度失望，認為被告全程願意承認自身錯誤，唔有任何悔意，從來冇向韋家作出任何道歉。除此之外，韋家經濟狀況因為韋劍雄離世出現長期壓力，配偶只能夠尋找鐘點工維持基本生活，3名子女學費需要依靠親戚接濟，2位年長子女因為父親離世嘅心理陰影，學業成績出現明顯下滑，需要長期接受學校輔導老師跟進心理狀態。韋家透過代表律師多次對外界公開3項明確訴求，希望陪審團同法官可以完全接納控方完整證據，裁定被告謀殺罪名成立，認為被告事前有完整預謀，事後刻意銷毀證據，逃亡隱匿，被捕之後全程毫無悔意，請求法庭判處最嚴格刑罰，唔給予任何減刑空間，希望透過今次案件判決提醒全港夜間的士司機、晚間從事服務行業人士留意陌生乘客異常舉動，減少同類暴力案件再次發生。被告蔡南新年紀31歲，混血背景，父親為香港本地居民，母親為外籍人士。幼年階段於香港完成小學、中學課程，中學畢業之後前往蘇格蘭一間大學修讀電腦數據分析相關專業，順利取得學士學位。畢業之後，蔡南新返港，先後2間資訊科技公司從事數據分析、軟件輔助研發工作，任職時間合計3年左右。工作表現中，上司同同事回憶，佢平時性格內向，唔中意參加公司團體活動，下班之後多數獨自返屋企，與同事交談不多。但工作期間冇出現過暴力威脅他人嘅異常行為記錄。3年資訊行業工作完結之後，蔡南新因為公司業務調整遭到裁員，失業之後冇積極尋找新工作，長期依靠親戚接濟儲蓄維持生活，失業時間長達4年，直至案發當日仍然處於長期無業狀態。案發5年之前，亦即係2016年，網絡監控執法人員巡查網上留言內容，發現蔡南新曾經於社交平台發表大量極端言論，聲稱有意仿效外國槍擊事件，做出大規模傷人舉動。警方隨即上門搜查蔡南新住所，於睡房抽屉入面尋獲2把開人菜刀，當場以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將佢拘捕落案。當年案件審理過程之中，蔡南新家人向法庭提交文件，聲稱佢長期存在思維混亂、被迫害幻想嘅精神症狀，建議法庭安排精神科評估。法庭隨即將蔡南新送往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接受為期2個月嘅強制精神觀察同專業評估。當年精神科醫師團隊出具報告，結論為蔡南新存在輕度妄想傾向，但具備完整分辨是非、控制自身行為嘅能力，唔符合法定精神病無答辯能力標準。同時，控方當年因為缺乏證據證實蔡南新有實際傷人意圖，最終撤銷藏有攻擊性武器嘅相關控罪。蔡南新隨即獲釋，只保留精神科定期跟進備案記錄。呢一段早年法庭同精神科記錄，成為今次高等法院審訊之中辯方同控方爭論嘅核心重點。辯方律師主張被告長期存在妄想症，案發當日思維不受控制。控方則引用當年醫師報告，強調被告具備完整認知能力，妄想只屬於主觀想法，唔影響法律層面嘅罪責認定。失業4年期間，蔡南新絕大部分時間獨自留於西環住所，極少外出社交，唔參加任何團體活動，日常作息晝夜顛倒，日間長時間睡眠，夜晚獨自出門街頭徘徊，偶爾前往圖書館閱讀書籍。鄰居後續向警方供詞回憶，經常深夜見到蔡南新獨自於樓下馬路來回行走，有時會獨自低聲自言自語，但從未主動同鄰居交談，亦冇對周圍居民做出威脅騷擾行為。鄰居只覺得佢性格孤僻，
並冇察覺極端暴力傾向。經濟層面，蔡南新依靠早年工作儲蓄同父親定期金錢接濟生活，唔存在嚴重財務困境，唔會因為金錢問題產生報復社會、隨機傷人嘅動機。同時，警方調查佢銀行流水、社交平台通訊記錄，完全冇發現佢同死者韋劍雄任何的士行業人士存在事前矛盾、私人恩怨，確認今次襲擊屬於完全無差別隨機行兇。警方於拘捕當晚安排第一次正式錄影會面，全程有錄像、錄音存檔。會面初期，警員逐一向蔡南新出示酒店入住記錄、渡輪逃亡監控、民宿登記記錄、屋企清洗血跡、衣物等物證。面對大量客觀證據，蔡南新全程神色平靜，並冇慌張，唔出現情緒激動，直接否認自己曾經攜刀截停的士刺傷韋劍雄，聲稱案發當晚只係單獨落街散步，唔記得東便街百惠酒店一帶發生任何兇案。對於身上殘留血跡、屋企棄置刀具嘅細節，全部以唔記得、唔清楚作為回應。第一次會面尾聲，警員向佢講述法醫驗屍報告，兩位街坊目擊者完整供詞。蔡南新聽完之後仍然堅持唔認罪，並未提出任何關於切割心靈操控嘅相關說法。拘捕第二日，警方安排第二次長達4小時錄影會面，警員將的士車廂 DNA 檢驗報告、刀身血跡比對報告、現場毛巾纖維鑑定報告逐份呈現，清晰講明所有物證全部指向佢本人，不存在任何第三人犯案嘅可能性。當所有客觀科學證據完整擺出之後，蔡南新先第一次完整講出自己嘅離奇觀點，亦係後續庭審全程堅持嘅核心辯解。佢向錄影鏡頭表示，自己心底完全唔能夠接受，唔相信自己會被警方列為今次謀殺案主要疑犯。所有案發當晚嘅行為，截車、持刀施襲、清洗血跡、逃亡南丫島，全部唔係自己自主意志做出嘅選擇。蔡南新進一步解釋，長期以來自己一直被幕後秘密執法人員鎖定為監控目標，對方透過遠距離方式干擾、操控自己心智同思維，令自己失去行為自主權。案發當晚所有暴力動作都係被外力操控之下被迫完成，並非自己內心有意圖殺害的士司機。佢同時強調，自己從來冇同韋劍雄產生任何私人恩怨，亦唔存在報復社會嘅念頭。整件謀殺案件只係秘密人員精心設計、佈置好嘅圈套，刻意令自己成為唯一嫌疑人，承擔所有謀殺罪責。整段供述邏輯前後連貫，蔡南新講述過程之中語氣平穩，唔似臨時編造藉口，反而真心相信自己所講嘅切割心靈操控內容。拘捕第3日，警方進行最後一次補充錄影會面，同時安排律師在場陪同。警員嘗試引導蔡南新講出真實行兇動機，提出如果願意承認誤殺，交代完整內心想法，後續法庭層面可以爭取減刑空間。面對認罪協商建議，蔡南新直接拒絕，全程重複第2次會面所講嘅全部內容，堅持自己係被秘密人員設局，心智遭遠距操控，唔具備任何自主殺人意圖，因此唔應該承擔任何謀殺相關刑責。3次錄影口供完整存檔，成為後續高等法院庭審控方最重要證據之一。辯方律師亦只能夠依靠呢3段錄像，主張被告長期存在系統性妄想症，精神狀態異常。控方大律師喺庭審一開始作出完整開案陳詞，將成單案件完整證據鏈逐層陳述，全程以客觀科學物證、獨立目擊者證詞、完整監控影像作為基礎，唔加入任何主觀猜測。被告案發前1日主動入住案發現場隔離酒店，購買兇刀同清理血跡毛巾，深夜長時間踩點觀察人流，證明佢事前已經完整規劃行兇流程，唔存在臨時衝突、誤殺嘅可能性。2位互不認識嘅街坊目擊者當場認出被告，的士車廂殘留被告 DNA 生物證據，刀具、毛巾、纖維物證完整匹配。被告返屋企多次清洗染血衣物，刻意丟棄作案刀具，專程坐船逃亡南丫島，匿藏3日，係典型嘅犯案之後逃避刑責行為。被告口供前後矛盾，第一次錄影會面完全否認所有行為，面對完整科學證據之後，先至編造出離奇嘅切割理論，只係為咗脫罪尋找藉口。
被告具備完整法律認知能力。早年精神科評估報告明確寫明，被告能夠清晰分辨是非，控制自身行為，輕度妄想傾向唔會削弱佢嘅主觀犯意，唔符合精神失常減責法定標準。控方最後向陪審團提出主張，所有客觀證據毫無斷點，零合理懷疑被告有預謀蓄意傷害並導致死者死亡，謀殺罪全部元素成立，懇請陪審團裁定罪名成立。辯方全程唔否認物理層面所有客觀事實，亦即唔否認被告截停的士、持刀刺傷韋劍雄、清洗血跡、逃亡南丫島等全部行為。辯護核心主攻被告當時唔具備自主主觀犯意，全部論點屬於推測性內容，並無客觀證據支撐被告長期存在系統性被迫害妄想障礙。由早年2016年武器案件開始，妄想症狀持續惡化，案發當晚思維完全被妄想觀點主導，無法客觀分辨現實同幻想，誤以為自己被秘密執法人員遠距操控。3次錄影口供之中，被告全程堅持同一套設局理論，唔會隨住警員提問改變說法，證明佢唔係臨時編造藉口，而係內心真誠相信自己係受害者，唔存在蓄意謀殺嘅主觀意念。早年精神科評估只係短期觀察報告，唔能夠完整反映被告長期精神狀態變化。辯方委託獨立精神科醫師重新評估，報告顯示被告案發階段妄想症處於發作高峰期，自我行為判斷能力大幅下降，被告與死者完全無任何私人恩怨，無財務爭執，無任何衝突積怨。客觀上唔存在任何合理殺人動機，唯一解釋只能夠係精神妄想發作之下失去正常邏輯判斷，先會做出無差別傷人行為。辯方最終向陪審團提出2個層面請求，如果陪審團接納被告精神妄想嚴重影響認知能力，應裁定謀殺罪不成立，改判誤殺；即使陪審團維持謀殺罪定罪，亦應考慮長期精神障礙因素，給予適度減刑空間。成單案件庭審最大衝突點分為2個完全對立嘅維度，亦都係陪審團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商議嘅關鍵。客觀科學證據完全閉環，所有物理行為事前預謀，事後銷證逃亡，全部有完整影像、DNA 人證支持，唔存在第三人犯案、被告被人脅迫犯案嘅任何痕跡。被告由被捕一刻到今日庭審，數年時間從未改口，真心堅信自己遭秘密人員設局、心靈操控，全程冇任何悔意，冇向死者家屬道歉。精神科2份對立報告分別支持反對妄想減責理據。陪審團7名普通市民需要權衡嘅核心問題，被告嘅被設局、心靈操控講法，究竟只係明知罪證確鑿、刻意編造嘅脫罪藉口，抑或被告真係患有嚴重妄想精神障礙，案發當時無法控制自身判斷，呢一項判斷會直接左右最終裁決結果。首先清晰講明香港刑事法律2項核心硬性規則作為預測基礎，全部屬於客觀法律條文，唔存在主觀推演。香港普通法之下，謀殺罪一旦經陪審團裁定成立，基礎法定判刑為終身監禁，法官只可以酌情調整最低服刑年期，唔能夠完全脫離終身監禁基礎刑罰。法庭只會接納法定精神失常作為謀殺罪減責、改判誤殺嘅唯一精神相關理由。法定標準極為嚴格，必須同時滿足3個條件：一是被告患有確認嘅嚴重精神疾病；二是疾病直接導致被告完全唔明白自身行為性質；三是被告唔能夠分辨行為係錯誤違法、單純輕度妄想、思維偏執、主觀被迫害幻想，唔符合法定精神失常完整標準，唔可以作為改判誤殺嘅合法依據，僅能夠作為法官判刑階段輕微酌情考慮因素。控方證據鏈毫無斷點，事前預謀、行兇人證物證、事後銷證逃亡全部完整，唔存在任何合理懷疑。香港同類預謀隨機傷人謀殺判例，9成以上陪審團均裁定謀殺罪成立。被告早年精神科報告已經明確確認具備完整分辨是非、控制自身行為嘅能力。辯方單獨委託醫師出具嘅後續評估，證明力遠低於早年法庭官方精神觀察報告。陪審團普遍難以完全接納辯方妄想減責邏輯。被告全程毫無悔意，數年時間堅持自己係受害者。
從未向死者韋劍雄家屬作出任何道歉賠償。法庭判刑階段唔會給予大幅度減刑空間。本案屬於無差別針對夜間服務行業從業者嘅預謀暴力犯罪，社會危害性高。法官判刑時會優先考慮阻嚇同類案件發生，最低服刑年期唔會低於20年。如果陪審團多數成員完全信任辯方精神科專家證人報告，認定被告案發當下妄想症嚴重削弱認知能力，接近法定精神失常標準，同時陪審團認為被告無事前恩怨、無財務動機，暴力行為完全源於精神疾病發作，就有機會裁定謀殺不成立，改判誤殺。但參考香港近10年同類妄想症謀殺判例，僅有不足1成個案成功由謀殺改判誤殺，因此呢個情景發生概率極低。想要出現被告不適合受審、送往精神病治療中心無限期醫治嘅結果，需要2份精神科報告一致證實被告重度精神障礙，無法理解庭審內容，無法同律師溝通。但本案被告邏輯清晰，可以完整陳述自身理論，完全唔符合相關條件，可能性近乎零。無論陪審團裁定謀殺罪成立，抑或改判誤殺，被告同辯方律師幾乎必然會於判刑之後15日之內向上訴庭提交上訴通知。上訴核心理據會圍繞精神科評估爭議。陪審團過度重視控方物證，忽略被告長期妄想症狀3個層面展開。但參考同類判例，上訴庭極少會推翻原審陪審團基於完整客觀物證作出嘅裁決，多數上訴都會被直接駁回，維持原審定罪同刑期。西環的士司機韋劍雄謀殺案由2021年案發至今，歷經長達5年調查預審，高等法院持續庭審，成單案件所有維度資訊已經完整清晰。客觀事實層面，被告蔡南新存在完整事前預謀，無預警頸部重創死者，事後有系統銷毀證據，專程逃亡南丫島匿藏，控方 DNA、閉路電視、街坊目擊者物證鏈完整閉環，唔存在任何反駁空間。被告個人層面，早年已經出現輕度被迫害妄想傾向，失業4年期間性格越加孤僻，案發被捕之後全程堅持一套無法透過任何客觀證據驗證嘅講法，聲稱自己心底唔相信自己係案件疑犯，一切行兇行為都係幕後秘密執法人員刻意設局，遠距離操控心智所致，全程唔有任何悔意，亦從未向痛失親人嘅韋家作出道歉。死者韋劍雄一家承受長期經濟壓力同難以修復嘅心理創傷，3名未成年子女因為父親離世，長期受情緒陰影困擾，家屬到庭旁聽審訊多年，唯一訴求就係法庭依據完整證據作出公正裁決，維持刑罰阻嚇作用，減少日後同類無差別暴力案件。而結合香港刑事法律標準，近10年同類謀殺判例，本案雙方精神科對立報告綜合推演，今次案件最有可能出現嘅審判結果係陪審團大比數裁定被告謀殺罪名成立，法官判處終身監禁，設定20年至25年最低服刑年期，僅有極低概率會因為精神妄想因素改判誤殺，完全排除無罪釋放，轉送精神病院無限期醫治嘅可能性。成單案件亦都向社會帶出2個值得深入思考嘅問題，留低觀眾自行斟酌。當一個人內心真心堅信自己被外力操控，被他人設局陷害，就算物理層面係佢親手做出致命暴力行為，法律上應唔應該給予大幅度減責空間？社會面對長期失業、性格孤僻、存在輕度妄想精神傾向嘅人群，應該建立什麼樣嘅配套支援機制，及早介入跟進，避免輕度精神問題逐步惡化，最終釀成無法彌補嘅人命悲劇。